衣櫃裏面發現有呢樣嘢，裏面仲有一箱嘢嗌你 don't touch 㗎。放㗎啦！打工仔嚟到東京，歡迎訂閱呢個頻道，有你嘅支持好重要。去東京旅行 shopping 固然開心，但係每日行2-3萬步，返到酒店嗰刻隻腳真係又腫又酸。到咗咁上下年紀，最緊要就係返酒店可以徹底充電回氣，第2日先至有體力繼續搏殺。今日就同大家介紹一間我近期住過、性價比高、可以幫你喺旅途之中回氣充電嘅酒店 RAM 入比谷酒店。呢間酒店嘅地理位置非常之優越，正正就喺東京嘅心臟地帶，行2分鐘到入比谷地鐵站，去新宿、涉谷一條線直達，行4分鐘就到有樂町 JR 站，想去東京站轉乘新幹線一樣咁方便。最特別係佢對面已經係帝國酒店，同區亦都有半島酒店。身處喺呢一個可能係全東京最貴地段嘅地方 RAM 入比谷酒店竟然可以1000蚊左右就住到1晚。對於追求方便又想慳錢留返 shopping 嘅你，呢個價非常之合理。酒店大堂喺2樓，提供多款嘅茶包選擇。如果需要 amenity， 可以向前台索取。今次我哋入住2晚，試咗唔同嘅房型。首先係 twin room， 一入去就見到衣櫃，衣櫃裏面發現有呢樣嘢，裏面仲有一箱嘢嗌你 don't touch 㗎。防災包都真係第一次見。浴室空間夠大，有浴缸，洗頭水、沐浴露就係自家品牌。送你2支水，入到嚟最吸睛就係張按摩椅啊！玩下張按摩椅，我最中意就係佢個落地大玻璃，可以靜靜地咁樣坐喺按摩椅上面，望住出面幾條鐵路列車經過，嗰種開揚嘅都市感真係幾寫意㗎。值得一提 RAM 呢一間酒店主打優質睡眠，你睇佢下面幾多路軌，但佢隔音做得非常之好，一啲都唔嘈，完全唔會影響睡眠。正正因為佢主打優質睡眠，酒店除咗提供按摩椅之外，就連床褥都係經過特別設計。呢款床褥嘅彈簧密度係一般床褥嘅2倍，所以瞓落去非常之舒服，好快就會瞓得着。要有覺好瞓，最好就瞓到自然醒啦。佢呢一度最遲12點鐘先至 check out 啊，非常適合想瞓晏少少，唔使趕住 check out 嘅人。一眼睇晒間房四四方方，空間細就細咗啲㗎啦，但係一樣有按摩椅。見佢個佈局其實都幾有心思㗎，佢冇採用到日本常見嘅組合式浴室，而係將個浴室放咗喺窗邊。廁所繼續係企乾，但係今次咧拉開個窗簾就可以睇到外面嘅風景啦。可以提高採光度，用布簾分隔，實用又慳位。最後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最平前往成田機場嘅方法。好多人覺得一定要搭 Skyliner 或者 NEX， 但係其實如果你住喺銀座有樂町呢一帶，可以考慮搭 Airport Bus， 車費只係1500 yen， 唔需要預約㗎，上車俾錢就得㗎啦。車程50分鐘，巴士站就距離酒店都係幾分鐘步程。最正嘅係唔使拎住個大篋喺鐵路站搬上搬落，亦都唔使同人哋逼車，一定有位坐。提提大家唔好搞錯，同樣都係去成田空港，唔好搭錯梨木津巴士，因為梨木津要收成3100 yen， 貴成倍㗎。呢一間 RAM 入比谷，地點優越，性價比高，最重要就係做到優質睡眠，真心推介。今集內容嚟到呢度，如果今次嘅分享幫到你策劃行程，記住俾個 like 我，訂閱埋呢個 channel。多謝收看，我哋下集再見。